切业的自信。一切业的自信，自有定以下皆无间，地狱底层以上，六道众生各自感受不可思议的各种痛苦和安乐，都是由各自往昔所积来的善恶业产生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从我们这个整个的六道轮回当中的所有的众生的一切的快乐、幸福以及所有的痛苦，都是有因缘的，都是有因果善恶这两个的区分。所以我们所有的幸福也好，所有的痛苦也好，我们作为一个学佛的人，发生任何的事情都不能以当下的因缘来看，我们就只是看当下的因缘的时候呢，这不是最正确的方法。我们必须得要知道，这都是因果的，这都是因果，所以我们就必须得要面对任何的事情的时候，都是要平常心来对待，修善断恶的心，是要延续，每一个众生都有各自不同的这种业力嘛。如《百业经》云：“众生诸苦乐，佛说有业生，诸业亦种种，造各种众生，漂泊于轮回，业往来极大。”所以所谓的业是什么样子？它就是这里面有一个网，就是一个网络的那个网一样对不对？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遍布一切的意思，相当于就是渔网嘛，渔网的网应该是这个吧，是不是？是，文字这样写嘛，对不对？对。所以就是渔网，我们看起来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这个线就是很多很多嘛，对不对？空也很多，线也很多，但是片很大的一个面积嘛。就像这样，整个的六道轮回当中，所谓的业跟这个因果是骗一切的。我们今天只是有一点点的那种快乐，也是有因；一点点的痛苦也是有因。没有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没有因缘的。所以我们平常都是讲，就比如说我们两个人碰在一起讲两句，尤其是我们讲一些佛法的话，那么都是说我们有非常殊胜的因缘很有缘分所以就是今天在这里可以讲法，或者今天在这里可以讨论佛法，因为非常殊胜的因缘是正确的，这些都是正确的，没有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没有因的所以各种各样的因缘就有各种各样的众生。因为这个来说的话也是一样，佛陀所讲的万物一切法的本性是空性，所以因为空性，所有都会产生的，一切都会产生的。所以佛经里面所讲的这些道理了解了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任何一个东西跟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正常的。很多人认为就是出现一个新的东西就是很惊讶，就是很不可思议，就是怎么人类就是创造了什么什么东西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动物等等的各种各样，人类每次都是有经常都是有这种一些小的事情就想不通，就是觉得就是非常的了不起等等这种事情。实际上佛陀已经是讲的就非常清楚的
因为是空性，什么都会有产生的，都能够可以产生的。如果是一切万物一切法的本性不是空性的话，那什么都不会产生的。因为有空性，所以空性之中一切都会产生，因有缘起。所以业力也是这样的，有各种各样的业力，所以有创造出，相当于也是产生各种各样的众生，都是漂泊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在各自相当就是所有的人类相同的大的因缘跟大的福报成为了人，但是这个人当中呢，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因缘跟福报业力，所以有各自不同的痛苦。人类众生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个地球上的，只是这个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刚是这个人类来算，那也是有东西两方的很多的人类，相当就是有现在呢，就是每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国家，就这样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的科学经济政治文化都大有不同，所以就人类生活的水平也大有不同，环境也大有不同。自然的环境我说的这个不是经济环境，自然的环境也大有不同。有些地方呢很美天气也非常好，人类居住的话也是很适合的地方。那些地方呢，就是很多人就是不是那个地方出生的人，就是很向往去那个地方的那种人也有。但是有些人本身就是有因缘，就出生在那个地方，一生就是在这里度过。那有些人呢，就是在出生在相当现在我们也可以这个世界上看得到的，有些地方都是黄土沙漠那些地方，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然后经济环境也一样，政治也一样，文化也一样，什么都就发展都是有大的不同嘛。所以这些也是一样的，就像台湾人，所有的台湾人有一种共通的福报跟因缘，就是变成台湾人中国人，所有的中国人一种因缘跟福报，就是中国的人和一个城市里面的人，就像上海人，上海所有的人就是有一个共同的因缘和福报，出生在上海或者生活在上海。那么上海的所有的好的事情他们也可以相处，那么不好的事情他们也要赶上。但是这个当中呢，有一些有因缘好的跟不好的就有各种各样的。美国人，美国的哪一个州他呢就是加州的人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地方，他们就是有共同的人，就共同的福报就是产生在那个地方。但那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层次，比较痛苦的，比较幸福的，再痛苦的，或者等等等等，寿命也一样有些人他就是有因缘可以做人，但是不用出生就死了。他是不是获得过一次人生？有，他获得过一次人生，但是母胎当中多长时间不知道，就又漂泊在中阴的过程。那么是不是再一次获得人生有这种机会？那就很难说那有些人生下来就会死，有些人生下来就是不健康的，一生当中都是不健康的，寿命也短，或者是在寿命长也没有用。那种就是有旁边的人看的时候也是，我心里都是只有一种想法，早一点死了会不会更好一点。看的人都是不忍心他还是继续活下去的，到那种地步的人也有嘛，对不对？但是他也有共同的一个做人的福报，是他还是有的，但是不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圆满的人所以就是因缘跟福报这个因果来说的，就各种各样的业力，
是众生各自所造的因果而这样产生的，所以就并没有什么一种标准，人也没有什么标准的就是在人格也好，长相也好，能力也好，健康也好，寿命也好，学问也好，智慧也好，都没有办法一种标准。只要是人就一定达到这种智慧，没有办法这样说。因为各自的业力不同，虽然是人，但是人有很多不同的各种各样的。刚是身高来说的话也一样，没有办法都相同长相也一样。相同的所有的众生都是这样，各自所造的业力不同，所以业力因果是就像一个大的渔网一样，大的一个网一样。那么就是相当就是大海里面那些大的渔船撒下去的那种渔网很大嘛，布进来的时候就相当也是一座小山一样的这些捞出来的。那相当就是在因果里面整个的六道轮回当中呢，就是因果的网是已经铺满了的，所以没有办法逃脱因果。所以没有办法逃脱因果的话，我们知道这个是对的。我的大师释迦牟尼佛也是给我们只是讲了这个而已这个的事实道理讲给我们听那么我们如此学习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有办法才最后脱离六道轮回。那么我们没有去学，不知道因果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情况下，我们跟因果的关系都搞不清楚的话，那么我们一直都是往下卷，一直都是往下卷，没有办法再逃出去的。有些人尽管现在就有权力和地位，拥有许多受用，但是使其到来时，其中何者也不能跟随，只有自己自身积来的善业善恶业什么迁转跟随自己。什么将自己引入轮回的善恶趣之中所以我们当下现在或者短时间里面人生之中，你有权利也好，你有那个受用也好，你有眷属也好，没有也好，什么都没有也好，都是同样的。你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连你的一生当中最珍爱的身体也是没有办法带走。自本作人着康着